2022家己国际艺术纪录影展对3月10日开始，这届有53出国内外的艺术纪录片，其中14出是全世界头一场播送的。有学校加这影展合作做一个放送了后的专题论坛，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。影片记录1964年白河大地震发生了后的情况，有迄当阵救灾情形，嘛有后来大家整理加长的画面。这珍贵影像资料是90多岁纪录片导演罗定波所翕的纪录片，暗算要伫2022家己国际艺术纪录影展来放送。就是要记录这个历史啦，啊，互后代人知讲家己曾经发生过这个重大的灾难，嘛，迄个影像都要留起来，互伊去思考啦。除了在地历史影像，这届国际艺术纪录影展计共53出国内外纪录片，其中14出是头摆公开放送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有7个主题，各有专业的讲座，希望民众除了看影片，也会当了解国外的文化甲艺术。等于在台湾呢，也没有任何影展这么能够表示出一种现代性、艺术性、文化性，还有国际的这个连结跟关联。这个影展为3月12开始，一直到3月27，民选之出配合影展的讲座，有邀请一寡少年的艺术家做伙参与，希望透过因的分享，让影展的内容有更较多元的角度。记者刘慧婷，家己报道。